步遥无期，有心相助，不为千里。大叔，那个货挡在门口，这样会怎么进去啊？对不起哦，我马上把它挪开。爸，你怎么又来了？最近很常来耶。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与台视忠孝节义合照抽歌仔戏舞台剧门票活动，11月11号周一起，请您与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将歌仔戏舞台剧门票带回家。每周将抽出4位幸运的观众，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你以为我喜欢这样？我不这样的话，就会一直掉观众，掉观众，掉观众啊！这个矮冬瓜，错方块，猪狗不如32啊！好的，我赶快来了。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这个矮冬瓜，去这酒吧馆，吃不是一样吗？我想骂什么我都可以啊。路见不平为情。午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11点上新的消息。这是台湾驻台办办事处前处长苏启成，去年因为日本关西机场事件自杀想袂开，检察官甲警察调查了后，发觉写文章攻击台办办事处的网友，甲卡神杨慧如有关系。立法院嘛引起到立法委员大家会甲真热。现场详细的情形，连线记者陈义勇来带咱了解。义勇。好，主播带您关注一下，去年呢，因为台风导致日本的关西机场会有来这个关闭的情形。那事后呢，其实有网友就质疑了是驻日代表谢长廷处置不当，但是呢，之后又有网友呢是有导风向的一个嫌疑，认为呢，其实整件事情是驻大阪办事处的办事不力，而且整件事情呢还导致了苏启成的轻生。而对于这个状况呢，其实现在又有后续的延烧了，因为包括呢在检警的部分呢，其实有追查到了卡神杨慧如是有介入的一个情形，甚至呢还以每个月1万块元的这个奖金呢来养网军，来介入呢这个整个导风向的一个质疑哦。那对于这件事情其实今天呢在立法院呢又有一波的朝野攻防，马上带你来听听看。当初这个民党政府或是民党的相关人士都口口声声的说这个是中国的网军在带风向，那现在查出来这个事实上是跟谢长廷相关的这个我们俗称这个卡神杨慧如所领导的这个网军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呼吁民党政府，我们知道农委会之前也有1450，那所有的这种不管是1450也好，网军也好，我觉得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必须要谨言慎行我不知道这跟谢长廷有什么关系这个现在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证实杨慧如是谢长廷指使的只是因为杨慧如过去跟谢长廷关系还不错这样就认为是谢长廷指使。立法院就要叫他回来，我认为是无聊透顶。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依照司法的程序，该怎么走就怎么走。那我们已经说过了，蔡政府的态度非常清楚。任何人发布假消息，就是依照司法程序来处理，必须负起法律责任。好，可以看到其实国民党立委呢是强调要谢长廷下台，甚至呢也要总统蔡英文要向外界说清楚、讲明白，也要向外界道歉。而另外呢，其实民进党立委呢则是强调了整件事情呢应该要好好的追查清楚。以上面现场最新情形、现象事件交还彭内主播。多谢议员，继续要来关心前驻台办的办事处处长苏启成去年想未开自杀，即马调查发觉讲卡神杨慧如敢若发动网军来讲意见。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伊进前伫咧网络抛文章，嘛引起到网友伫咧来惊体。即马好亲像牵涉到和杨慧如有关系。郭文哲下早针对这件代志嘛有上新的回应。详细情形继续请记者陈淑强来带来了解。淑强。
社主播前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成亲身事件，却扯出卡神杨惠如可能利用网军发文带风向，加上今年5月台北市长柯文哲先前的脸书发文，同样引来柯黑大军嘲讽，也被影射和杨惠如脱不了关系。柯文哲今天亲上火线，对杨惠如开炮。2014年其实一开始选举他也有来帮忙，然后来到一半我就觉得说哇这个理念不合，后来我们就好像2014选到一半就分手了，后来他也常常我看不用付钱他都会骂我，更何况有付钱的赚钱你知道，就正正当当赚钱了，也不要搞得太奇怪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因为刚才爷爷做事的方法你不太喜欢，那就不要跟他来往的。柯文哲甚至表示，自己就是没有钱才没有弄网军，如果自己有钱，同样也会自制网军，但同样也将炮口对准检调，认为他们应该去查杨惠如出钱的上游到底是谁。你说大阪处长那个，当然我会说你那，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被人家骂一骂，我们有时候自己心理上要坚强一点的，不要被人家骂就自己去自杀，太傻了，对不对？其实检察官那个起诉有个这样怪，就是说。我也不相信杨惠如自己拿自己的钱出来再收买下线嘛，对不对？那一定是上面有人出钱嘛。那个要追查是上游啊，不是去追查他。你说杨惠如，那我们讲谁出钱给杨惠如在做这件事情，那个才是要去追的嘛。有人说其实不用追，我也知道啊。是谁？大家知道就好了。是不是暗指民进党出钱雇佣杨惠如？柯文哲不肯把话说清楚。民众党目前也严拟要将网络的恶意留言收集，恐怕将会大举提高。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将时间交换棚内。多谢小强，同款嘛是上新的政治话题。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最近因为民调支持度较低，呼吁支持者若是接到民调的电话，爱回答唯一支持蔡英文。上新的平面媒体民调嘛显示讲，有5%的民众支持杨德培，敢若1%9的人支持郭正培。蔡英文的赢面愈来愈大，韩国瑜含伊差32%。韩国瑜这一步步数敢有效？民调的结果，总统嘛上新的回应。这个民调不是只有今天才做了，这是这段时间以来持续的。那也有些民调单位它是就是每一段时间它就做一次哦，所以民调的情势都呈现一个态势啊，就是它还是一个稳定的态势了哈。那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在民调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多加油哈，继续努力做得更好。那民调不好的时候呢，就要自我检讨，那么看看哪些地方是需要再进一步来强化的哈。那至于民调的背后的这些种种哈，那我相信呢，在这么多家的公司跟单位的民调之下，大家都可以有去观察去做自己的这个看法，那倒也不需要去质疑一些不必要质疑的事情难道韩市长要质疑每一家的这个民调单位所做出来的结果吗？董总，这边请教一下那卡神杨惠如被查出来说在网上带风向，也害死了一个外交部的处长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想直接问一下说，杨惠如会不会是民进党的网军？好，那杨威，你对于网军这个事情在网上带风向，如果是地理的人，你的看法是怎样的？这件事情已经进入到司法的调查跟阶段了哈，那我就不能够在这个个案上做什么样的评论啊。不过我们的立场一向都很清楚就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也会就是说采取必要的这个行动来防止这个制造错假讯息那我们也要防止错假信息混淆是非甚至造成这个社会的对立我想这不只是政府要做，我相信我们全体的人民大家也都要有足够的警觉那我们更不希望看到为了选举的利益做这样子的操作。我想问一下，嘉文先好，嘉文先啊。
中午想延续刚杨慧茹这件事情，会不会担心这件事情影响到我们民进党的选情？因为国民党现在一直在操作这件事。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步骤哦，那步步为营，努力的来争取最多的支持。那我想问一下，昨天你在屏东的时候啊，他们有提到就是说高雄捷运可以延伸到这个东港，那国民党认为说这个是放羊，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那当时我们的评估的依据是什么？好，那我简单回答，就是说，其实高雄捷运是都会捷运，那往周边县市去延伸啊。都有在进行评估啊，当然屏东县政府有这个需求，也有提出来过啊，那当然也要纳入由高雄市政府啊来进行审议啊。那我们交通部的立场就是说，都会以捷运构造整个城乡啊的能够均衡发展啊，这个就按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来办理。那总统，你觉得那可行吗？这个还是让相关的部会用他的专业来判断。包括媒体报道说，中国的涉台部门他现在认为韩国瑜选情不太好，所以已经把整个统战布局会转往立法院，甚至有可能介入地下评判。中国介入台湾的选举应该不是新闻了哈，那我也要呼吁我们的选民能够多有警觉哈，那我们也要共同防治这个错假讯息或者是不当的介入台湾的选举的这些情况。总统想问一下，那这一次的民调，就是这个最新的媒体民调，你跟韩国瑜的差距来到史上最大，你觉得这个有韩粉操作的迹象吗？这个留给专家去判读吧。总统，韩国瑜昨天说高雄人的脑袋越来越清楚，那不只要蓝尾巴先过海，还说高雄要出一个总统。对于一个请教中的市长这么说，您怎么样？高雄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每一天在高雄里面专心高雄市政、回答议会问题的市长吧。那至于这一次的总统的选举，我相信台湾人民包括高雄人会有智慧做最好的选择。总统，您刚刚说民调不好会自我检讨，那下午会去桃园，然后他们的副手赖清德会去，是不是桃园的选情陷入焦灼了？我们在这个阶段对于我们立委的这个选举我们是全力的来辅选所以只要有需要跟我们说的话，我们都会去辅选。所以是立委提出总统来我这边，所以就决定要去。我们主要的还是以立委自己做评估，他们觉得有需要强化的话，我们就会配合去为他们来助选。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总统撰文上新的讲法。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要来关心，这是韩国瑜的丈人爸李日贵，进前伫咧婚礼开沙石仔抢，引起争议。李日贵伫咧做婚姻官管议员质询的时，捌骂隔壁中法官讲严格来处理违规偷挖沙石仔的中法官馆长，讲要甲这个小查某掠过来烫裤。依照艺术录的记录，李日贵质询的时间是1993年11月24。伊讲的这个小查某应该就是去当时中法官馆长周清玉。今日记者访问周清玉，伊讲和李日贵无熟悉，也毋过严格来执法是为了官民的安全。咱做伙来听周清玉详细的讲法。我无熟悉，我敢若我想讲我是中法官，我若中法官先顾会好，别官司其实较毋是咱会当去出力，还是去讲东讲西代志。因有申请，但是请1公顷。是1公顷以外的所在，所以我是讲，我要求你有申请，当然有权利，但是你若是违法去伫外口去挖，迄当然就是违法。不但是安尼违法，因搁将沙石仔伫挖，迄就是因去卖电视迄个规个桥墩落水溪顶的迄个桥，一个桥墩拢裸露，拢足危险的。所以我是对这个角度去处理，我毋是讲拢袂使挖沙石仔，迄嘛是人的企业，人的工课。但是你若是违法啊，违法我当然是要求你爱合法来做。当然安尼因过去大概拢伫地方做王嘛吼。我是其实我毋是讲我偌勇敢，我对，毋对，毋对，我是照理去做工课。
好，拄则咱听到就是周清玉上新的讲法，继续社会话题，要来关心新北市一个66岁姓陈的石手贼仔，专门锁定南口这块位啊，社区也有大卖场，直接甲人破坏窗仔门，偷摕内底物件。多一个被害者3些用品拢互贼仔拼去，损失差不多5万外。详细情形，连续记者张彤来传来了解。张彤。好的，主播观众，画面中你可以看到一名男子呢是靠近停在路旁的车辆呢鬼鬼祟祟，但其实这个时候呢他已经从包包里面拿出工具来破坏车窗，直接抢走里头的财物，之后呢就赶快的逃离现场。那车主回来之后呢，发现自己在里头的这个笔电还有 iPad 呢都不见了，于是呢就赶快的报案。那警方之后呢循着监视器就逮到了这一名66岁的陈姓惯窃，发现了他其实平常是住在桃园的，不过呢经常跑到林口这一带呢，因为就锁定这附近呢很多住宅区，以及还有卖场以及一些美食的商圈，常常会有车辆呢是临停在路边，因此呢就赶快的趁机来下手偷走里头的财物，用破坏车窗这样的方式呢来抢走里头呢，看是有没有一些钱财或者是贵重物品。那警方现在已经循线逮到了这一名陈姓惯窃了，那也提醒民众呢停放车辆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明亮安全的地方来停放，避免呢被小偷给盯上。以上就是现场的详细情形，是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多谢张彤，搁再来关心屏东发生到一间花店互人砍店的代志。一个万丹的花店业者，好像想叫花的会员问题，伫通讯软体和其他人互相抢渡，引起到对方无欢喜报鸟鼠仔湾，找10外个人也滚来甲伊砍店。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柯玉成来传来了解。玉成。好，转中观上可以看到呢，影片中不断有人叫嚣，而只见这画面里头呢，10多名男子是手持棍棒，直接对着路边店家铁门狂殴猛砸，而其实他们对准的目标呢是一家花店。那么这花店就位在屏东万丹的台88桥下，而现场可以看到呢，这群恶煞一共有10多人，那么分开呢是多部轿车，车子呢还多到直接停在路中，完全不顾后面还有其他人要过，而一下了车呢就直接对花店猛砸。而他们呢会这么不爽，传出疑似呢就是因为这花店业者因为这花卉货源的问题呢，跟其他人在群组当中呢是发生了互呛情况，也导致对方呢心生不满，才会找人上门寻仇。那么画面被抛网之后呢，也引发热议，但只是因为这不满呢，就来砸店，也让人联想起发生在今年9月中的高雄直播主之乱。当时连千亿呢跟另一名直播主也是因为类似的情况，引发后续一连串冲撞、砸店以及开枪的事件。也因此呢，这一次屏东警方不敢大意。那么也因此呢，这一次警方不敢大意，获报后就介入侦办，也怕引发后续风波。那么上述影响的情况，先把时间交给彭丽主播。多谢玉成，社会事要来关心南回公路大东新营山区这段路，顶礼拜四暗时发生一件车祸意外，一只自家用弄到路边了后，规台车船倒起来，赛车人掉伫车内，情况会当讲是真危急。该在消防人员随赶到位，甲火拍花，顺势甲人救出来。我去。紧消赶灭火器走过去，头前的车的引擎浸白出来，阁会当看到火，敢若要烧起来啊！就惊慢一卡步，规台车队烧了了。那边还有吗？看我。迄人准驾驶佫伫车内，好佳在警消赶到位，真紧就甲人救出来。这台车车头变甲咪咪毛毛，慢嘛嘛断咗2节，互人看到心内足惊的。代志发生伫28号暗时10点外，南回公路大东新营山区路段，一台轿车弄到护栏，可能是因为引擎启动着才会烧起来。警消接到通报，赶到现场，随赶顺路车顶的灭火器来拍火，佫甲车顶2个人拢救出来。车头毁损，引擎起火燃烧。经本所员警到场后，立即将火势扑灭，才未酿成重大灾害。好佳在车祸无人受伤。警方讲南回公路新营路段因为挖真济，驾驶经过者一定得爱驶较慢咧，才袂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救人的场面来看到救护人员救到人了后，救护器材煞互人锁伫内底。发生伫初二下晡，家人饲一个消防救护人员来到徛街救一个司机无力的查甫。救煞了后，要摕伊的救护驾驶的时，对方煞甲门锁起来，拢唔开。原来是因为这人12倍了后已经马西，上尾警察拜托厝主来开门，才甲救护器材包献互消防队。铁门一直弄，无人应嘛无人开，消防人员是真紧急，因为任务结束，但装备也未摕。
搁来试一摆，大声来叫，内底人同款无声无息，消防人员是气甲硬气。因为他100多公斤，所以我们去找人家帮忙。因为我们4个人要拉4边嘛，所以装备就没有放拿了。我们才一搬出来，我要进去拿，他就把门全部关起来。原来消防队来协助送病，结果患者扛落去楼骹，器材竟然互反锁伫咧厝内，变做就要请警察来处理。他真的浓厚酒味，而且还有攻击性，所以等下打开就小心一点。厝主接到通报，摕备用的锁匙来到3间开门，才发现内底人水茫茫倒伫咧眠床顶，根本啥物嘛无听到。虽然医疗包最后顺利摕回来，但贪酒惹出麻烦，已经浪费袂少的人力。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22下晡，台中的大道区有民众讲是住伫咧厝内，拄到一个66岁查甫亲门大户，讲伊是水道水公司的人，要来检查因兜的水道水，家己大主大意去到后壁灶骹倒2包粉来检验水质，上尾甲人讨1500块的工钱，摕到钱了就随做伊走。民众一个问水道水公司，原来是变线仔，提醒民众唔通互伊骗去。穿着朴色的外套，骑着拍动车准备要离开，民众指控讲骗钱的就是伊。倒2包迄个粉末头咧，过滤的水，这2包就是1500块。这个查甫人骑着拍动车，看到民家有老大人伫厝的，就会直接去试门铃。一有人开门，就会骗讲家己是自来水公司的人，要来检查水，刷落来就伫咧水内底倒2包粉，最后佫甲民众来讨2包粉的钱1500块。民众事后来甲水公司查证，才知影是一场骗局。伊若来到这，我就甲伊问讲，你有是要创啥？安尼就好啊，咱就莫互伊入来。代志就发生伫咧顶个月22号下晡4点外，台中大道大东里受害民众将监视器的画面铺上面册，除了请网友来斗指认，找出这个可恶的查甫人，嘛要提醒大家爱来注意，莫来互人骗。108年的9月，以相同的犯罪手法。警方表示，这个查甫人66岁，姓柯，是方圆人，进前就捌用同款的手法来骗人。这摆转来大道区，专门锁定厝内是大人，无想到做头一件，就互民众拆破身份，搁互监视器翕落来。警方即马要用车来抓人，以早起做来上班。记者综合报道。又搁抓到一个电信的诈骗机房，这一届世代的主嫌是一个诈骗的惯手老赵，伫咧中国甲人骗，惊互法院判重刑。美转来到台湾，伫咧3个无同的所在设机房继续骗，准备讲推啊，若是看唔到办事，就会甲手机啊，抑搁有平板电脑含糊嘴糊糊，消灭证据。上尾也是互警察抓到，按算互伊骗的有上百个人，骗到的金额有上千万。警察装备齐全来到公寓，也假死要甲门弄开。门拍开了后，你去看，原来内底是一个电信诈骗机房，因犯案用的手机啊，拢伫面床顶。嫌犯因为惊风掠，含钢推啊嘛准备好啊，但警察一个入门，就使用钢推啊，甲手机啊、甲平板电脑拢降害，想要消灭证据，想要到内底SIM卡拢好好无代志，证据拢也个伫的。现场查获陈贤等8名正从事诈欺的犯行并查获手机、笔电。头淡淡唔敢欺人，这个诈骗集团的主嫌世代的查甫人，其实唔是头一届犯案啊。过去拢伫东南亚设诈骗机房，专门骗中国人。这几年因为烦恼防掠到，有可能会送去中国判重刑，所以就倒来台湾继续骗。佮伫台中做3间公寓，想要避警察，不过警方早就有咧甲注意啊，11月底派人去3个机房做一届，甲因全部拢掠起来。承租多处处所，供这个犯罪集团的成员使用跟租赁以便管理并且为了规避警方的查缉转移迅速警方拢总掠到8个嫌犯，按早起组织犯罪者的罪，甲因移送，倒来台湾设诈骗机房，想要互警察查袂到，想袂到也是全部拢互掠起来，送入去笼仔来反省。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伊当作宝贝，惊别人甲伊当作拗茶皮。这是台中汉口路一间锁店，头家真好意嘛，真客气。普通时拢伫咧店的门口泡茶招待人客。顶个月2八，伊出去外口替人开锁，10分钟了后，规座地盘煞无去。原来是互外面这个富人人拼去。虽讲这座地盘毋是讲真有价值，也毋过陪伴伊几多年。伊讲这是伊的传家宝，头家嘛希望富人人赶紧摕转来用，安尼代志准拄煞，袂搁再追究责任。
查某人将泡茶的物件一个一个放伫咧桶仔内底，看时的动作看起来，就敢若亲像是伫收茶具，收完了后，人放着桶仔就走。这段画面，互头家看伫咧眼内，心内是伫智慧，因为这个查某人是一个贼仔。头50几岁人吧，唔捌看过呢。伫咧台中汉口路经营锁店的周头家，做人海派热情，只要人客也是朋友来，拢会伫咧店门口泡茶来招待。想袂到28号迄天，伊赶紧要出门，斗3工开锁，一个无注意，无将茶具来收起来，10分钟了后转来，规组茶具器材全部拢无去啊！是讲迄天若无创啦，种泡点啊，转来啊，哪会知影无去？可能是临时换着，讲迄水水啊，就甲摕走啊。周头家讲店内无着过贼偷，即摆即个查某人伫咧光头白日就来偷摕物件，过程拢互监视器录着。头家讲开店20年来是头一遍拄着即种代志，虽然互偷摕走的茶cụ茶具毋是真有名，但陪伊真久啊，难免有淡薄仔毋甘。甲朋友开玩笑讲。这是我的传家之宝呢，对我10几年啊，泡我久啊，唔甘安尼尔。周头家即马公布监视器的画面，希望民众会当来到指认，嘛希望这个查某人会当主动来行，袂来追究。记者综合报道。插播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台南的安南区公园里金蕉园，小连续3天拢互大只动物破坏，唔知到底是啥物。民众怀疑讲，敢会是熊来耍断的。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林婉莹来传来了解。婉莹。画面中可以看到香蕉园有多处遭到毁损，现场还留有不明爪痕、动物毛和手掌大的脚印，而这也让附近居民议论纷纷，更怀疑是有熊出没。像按迄个叫的河安尼样吼，一只大的，我只，就是呢。这里是台南市安南区公温里的一处香蕉园，一连3天遭到不明大型动物破坏，而超过20颗的香蕉被拦腰折断，而折断的点高度大约是1公尺多。农业局的人员获报后到场稽查，初步研判是大型动物所为，并且不排除是有熊的可能性。就是把抓痕跟那个足迹，我们把它拍回去给评估大鉴定，它鉴定的情况是怎样，我们去看。但公温里距离海岸只有短短几公里，平地出现熊，居民除了担心自身的安全外，他们也怀疑是有心人士违法饲养熊，为了觅食才会逃出。目前相关单位已经拍照采证，居民也希望鉴定能早日出炉，还给他们一个平静的生活。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资讯主播。另外一个详细的消息，要来关心昨昏半暝一直到今日透早，规台湾10外气象局临港测站拢是测到入秋以来上低温的记录。像讲嘉义今日透早低温敢若12度，另外台北无测到14度的低温。这波冷空气袂当讲是冷气团的级数。今年寒天到底是较烧热，或者是小可较凉冷？做回来听气象局详细的讲法。冬季的展望部分的话呢，首先我们来看海水温度的情形，因为毕竟影响到台湾附近的温度跟降雨跟海水的分布是有关的，因为海气作用还是会影响到天气系统。那整个目前呢，西北太平洋地区的海温来看的话呢，在太平洋的东侧跟西侧这个地方呢，海水温度还是属于比较东侧比较高，西侧比较高，东侧比较低的这种情况。不过两者的差异并不是非常的明显。那另外也要注意，就是说在印度洋在上面呢，也有属于东侧比较低、西侧比较高的这种情况。那这些情境呢，都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的整个环境的变化。那我们预测未来一季呢？从电脑的模拟我们可以看得到，这种偏暖的情境基本上还是存在的。不过东西侧的这种温度的差异会有减缓的趋势，这会影响到什么？这会影响到所谓的圣婴现象的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圣婴的预报的情况。那目前呢，海水温度虽然说还是属于偏暖的这种情况，不过整个圣婴的发展趋势来看呢，并没有往圣婴或者是反圣婴来这种趋势来看，所以呢，就整个趋势而言呢，在春季以前，西北太平洋地区呢还是维持正常的这种状态。那在这种情境之下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台湾附近的这种天气温度的一种变化的情况。那从数值模式来看的话，在温度变化上，在未来1个月里面，第1周、第2周、第3周、第4周的温度的变化情形。那颜色部分的话，也可以看得到比较偏暖，细的颜色是可能会偏
暖的地方，比较偏冷色系的是属于比较偏冷的地方。那未来1个礼拜呢，我们做短期来看，台湾附近基本上是属于比较偏冷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预估呢，在未来1个礼拜，这个礼拜可能还是会有冷气团的影响。那后续呢，到第2周、第3周、第4周呢，我们台湾地区都是属于在黄色跟比较白色这区，也就是比较偏正常到偏暖的这种情境。所以就时序来看呢，逐渐进入冬天了。那在也就是12月中旬到下旬的时候，我们预估呢气温还是属于正常到偏暖。那以月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从整个情境来看，从12月、1月、2月，从气温的变化来看的话，红色也是属于比较偏暖的，那蓝色是属于比较偏冷的。那就整个东亚地区来看，台湾的位置大概在这个地方。就气温来看，12月我们刚刚有提到，整个平均来看呢是属于比较偏暖的情境。那1月、2月呢，这种偏暖的讯号有稍微比较减弱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预估呢，在气温部分，在东亚地区偏暖的程度还是比较高，但是随着月份呢会有趋缓的这种趋势。那在降雨部分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比较偏红色是属于比较干燥的，比较偏绿色是属于。另外，这方面赶紧来看到今仔日透早，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活0度低温，岛民从早起时走入咧山顶，希望会当看到落雪风景。另外，南投松雪楼因为辐射冷却的作用，树顶渗水变做冰条。现场情形继续请记者王志雄来带咱了解。志雄。好的，主播观众，受到大陆冷空气的影响，全台气温溜滑梯。南投松雪楼受到辐射冷却作用，加上冷空气呢，造成地表温度接近0度，甚至还要再低温。因此，树上或水管的渗水呢，在清晨形成冰柱。那么，同样受到低温影响，气温接近0度的，还有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今天清晨也出现低温。不过呢，因为水汽不足，温度也没有降到0度以下，所以连结霜的情况呢都没有看到。但不少民众呢，一早就冲上了山头，期待能够看到雪景。来听听稍早的访问。本来期待说来太平山这边可以看到雪，结果现在温度好像不够，水汽好像不够。太平山庄从昨天的深夜开始温度就降到0度到1度之间，但是因为偏干，所以也没有结霜，那可能温度也还不太够。那期待下一波温度够、水汽够，就有机会下雪。好的，那么山庄业者呢是说，从昨天深夜开始呢，温度就降到接近0度。不过可惜的是啊，这个气候还是偏干的。游客也笑说，虽然蛮冷的，但温度好像还是不够低，水汽也不够充足，没有结霜，雪景当然也就扑空了。那么民众想要看到银白世界覆盖山头，可能还要再等下一波的冷气团。好，那么以上是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况。多谢志雄，同款嘛是天气变化来看这个奇桥的景致。这是云林岛南无人发觉半空中若有蓝天，也有白云，搁再鱼翻鱼、虾翻虾，云敢若讲好势，拢挖靠一边。另外一边是万里无云，随摕手机赶紧翕这个美丽风景。气象专家解释讲，这是人咧讲的阴阳天，一般拢是大气较稳定的时就看会到。云的顶面因为风真透，有真稳定的极温层，像天棚同款下骹的空气清袂起哩。云的发展区有平稳的清悬气流挡掉咧，云因为爬袂得起哩，就拖位边仔去，就会变做这款画面。搁再来看到屏东巧克力岛顶个月伫咧外国比赛摕到世界冠军。屏东县政府为了要开发种可可的产地，今年争取经费委托工业技术研究院来创新研发。本来是甲无要用的这个单调可可卡，经过搁再吹过塑化打挖粉了后，会当开发做皮牛油，也有纸袋啊这个产品。县政府办成果发表会，甲高品质的巧克力岛，也有可可啊相关的产品推荐给爱食巧克力岛的民众。75%，你谁要？我要90。你要90的。屏东县长潘明安欢欢喜喜分巧克力岛，你一袋伊一袋，大家拢有。啊，分巧克力岛的，佫有一个阿伯。来。卖看这巧克力岛无点，因拢是屏东在地出产，品质有挂保证的。啊，互人感觉上特别的，佫用可可壳做的纸，甲提炼出来的可可壳的顺路。现在手上拿的就是在落湖水，这落湖水就像我们拿西瓜水这样子，它是一个纯饮。可可荚它变成了是一个农业废弃物，怎么样复合再利用，变成一个活性炭，
或者变成纸张包装袋，这些呢都是在整个农业的循环经济里面最佳的典范。馆长潘美安讲，屏东可爱产业因为县政府甲业者认真经营，为田的管理、加工、商品的开发甲行销等等，已经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啊。今年佫申请经费，委托工研院创新研发，让可爱商品更加多元，创造更加侪经济效益。即马嘛成功甲成果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关心下甘蔗一个无细粒伤到颈顺筋，患险破查含点毒。这是高雄一个20多岁卖果子的摊贩，因为起毛歹，规气加写一寡甘蔗来出气，结果刀仔伤过晚，手势也唔对，一时无注意去写到伊的颈顺筋。该在手术了后已经接到转去，即卖医生评估讲生颈的功能无影响到，也唔过放疗含其他功能可能都要继续注意，看讲敢有带一个病母。甘蔗担咧写甘蔗的骹手真溜咧，一下仔尔规支甘蔗个拢写好势啊。不过这都要较张持咧，因为这个写的动作其实真危险。高雄有一个20岁的果子摊贩，竟然把家己的性命根拢甲扑掉去。因为心情不好，就拿削甘蔗的镰刀。因厝内人甲医生讲，事当时伊是徛咧写甘蔗。因为迄时阵心情无好，定型长久，伊一个无张持，结果煞去写着子孙根，就安规个人疼甲倒伫涂骹高高练。厝内人看到安尼，赶紧甲迄块写掉的重要部分，含甘蔗刀拢做伙送去病院，紧急开刀要甲刀转去。有当时啊，你会写较紧的，无注意到，清手弄就袂啦，你也无清转海。医生讲，这落甘蔗刀是安尼来检检，唔拿命根，连子孙地皮嘛拢抠写起来，会使讲是归附生理去一半。加在这个皮肤欠缺的部分，是整形的外科医师到别位的皮肤甲补转来。这边加在讲是因兜的人随去发现到，紧甲重要的迄块甲捡起来送去病院，经过开刀了后，才顺利甲接刀转去。那你就保障它湿润，用一个清洁的袋子把它包装起来。医师嘛提醒讲，无论是挑工的，也是无小心去造成的，便若是发生意外，迄个长期的部分，千万唔通甲等掉。头起先就要先对这个病灰所在甲饲掉咧，爱甲淋这个盐水甲冷滚水，甲放咧塑胶袋仔内底封好势，再搁甲放入去底冰角水的袋仔，爱张持袂使去擘着冰角水，爱安尼做，才会当较成功甲接转去。记者综合报道。五项世界大代志要来看到2020年东京奥运明年7月正式上场。奥运的主场馆新国立竞技场，新历11月30已经做好势，一寡媒体也有民众小济来翕相。这座场馆用森林体育馆来做设计主题，四界拢看会到强调大自然的设计元素。按算12月2日办启用仪式，到时阵有招标选手会来比赛，也有艺人会上台，身体同学来表演。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まであと半年余りと迫る中で、こちら国立競技場が今日完成しました。2020年东京奥运的门面，新国立竞技场经过3年，投资超过430亿台票来咧拍造，总算伫咧进前来完工。竞技场悬47公尺，分做地面5站、地下2站，声大批民众伫咧外口翕相。新しい競技場いかがですか？見てみて。すっきり、綺麗、かっこいい。Very nice, modern, and I think it's environmental friendly. Yes, green. Yes. We will be there. I'm sure. 日本的媒体3年来继续咧追踪，甲6300张的相片合作3天的影片。竞技场对空一片，到即马1点1滴来完成。这座竞技场用松林体育馆做主题，对下骹往顶面看起嚟，清一色是用茶做的厝遐，采用对日本全国47个县市出产的材料，代表全民办奥运的精神。数色をモザイク状に混ぜて、森の中の落ち葉の色をこうイメージしながら。宽宗的厝顶玻璃搭是为着种的草仔布需要的日头光来设计，6万的观众座位分做白色、咖啡色、青色5种色水，充满松林的感觉。四界拢会当看到建筑师为言语的创意甲卡书。旧国立竞技场是伫咧1964年东京奥运起的，因为2020年冬奥来工程升退，新竞技场占地超过21000平，是旧的竞技场的2倍。不过场馆原本是采用玻璃珠克种扎下下底的设计，却因为费用伤过悬来放弃，足足拖年外才重新开工。好佳在赶伫咧奥运开幕的前半年，就顺利来完工。新国立竞技场预算12月21号举办
办启用仪式，为明年热天的东京奥运来拍头阵，要让新一代的国立竞技场请全世界拢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阿联酋航空送大礼，买不能机票送大暝。路见不平为情理，欲救火报遥不及。有心相助不为千里。你先问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努力过？执行长他知不知道你的心意？我应该要怎么做啊？撩他，执行长，可能有点烫，要小心哦。执行长，你的围裙可以给我吗？好。你可不可以帮我把头发用到耳朵后面？有点痒。我才30岁，不能这么快死。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跳。大语文千万字，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字，大家唔通一个看，认为讲这字无文雅。其实，咱生活中常常用的这一字，这字就是屎。屎伫一寡台语的书典解说讲是大便是粪，不离个嘛书典解说讲动物的分泌物就是屎，像咱讲耳屎、目屎。那甲咱呢一寡幼夫嘛会当讲是屎，像讲粪屎、火屎，嘛会当讲是解出来无路用的物件，咱讲是坏屎。啊，若是祖公啊留落来财产，人讲祖公啊屎，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目屎，也就是眼泪为目睭流出来的水；第二个词就是坏屎，也就是加讲一寡无路用的话。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话唔通伤过头，搞坏屎。有时阵讲唔对话，去伤到人，家己都唔知影，会害人目屎流、目屎滴。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屎，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这是要俗价飞行机票，要买进前目睭都要贴好金。像阿联酋航空最近推出台北飞杜拜优惠机票，机票含税计销19000块，送杜拜2暗，会当带暝免费。另外，替人客办签证，优待受限量，像讲耶诞节也有跨年、新正年拢袂当用。有专家提醒讲，买外国的航空机票都要看好详细，因为外国的航空机票，这公司拢是免予民航局审核。过去嘛捌发觉讲，优待票其实无较俗。另外广告嘛无写讲，爱另外算这个航空附加费，也有税含手续费，唔通捌算捌除，吊米换番薯，安尼都袂好。机票促销并介绍，俗价航空送优惠出来，行高级路线航空公司嘛，输人唔输阵，送买机票送饭店带暝，台北飞杜拜来回机票行情超2万块，阿联酋航空送包括税机票19999块，送带杜拜饭店2暝，佮免费替你办签证，不过也受规定要注意，优惠有限量，大所在冇指定，其中耶诞节、跨年甲过年时全部拢袂当用这个优惠。机票专家提醒，买票也有其他的美角要注意。其实民航局对于国际航空，也就是长荣、华航是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啊。但是外籍航空其实它只要报备而已，所以就不需要说一定有很强制的规定，燃油附加费的费用会到什么程度。外籍航空它的促销票价是不含所谓的燃油附加费的。同一间航空公司顶个月送台北伦敦机票4888块，不过准备要入卡的时阵，才发现那会加几6项出来。航空公司的附加费13000块，扣税甲手续费6120块，拢总24000块，算算咧根本就无较俗。迄当阵的广告顶诶，嘛无看到讲爱收这个钱。其实现在很多航空公司，它最低的票价可能是不含托运行李的，甚至是一些传统的大型的航空公司都是这个状况。法国航空、德国汉莎航空、瑞士航空这些传统的航空公司嘛，红点名，捌送真俗的优惠机票出来。不过其实票价无挂行李，真侪旅客拢叫是传统航空公司机票拢有挂行李，结果到现场才知影，托运爱另外付钱，尾也可能嘛无俗偌济。后回看到促销的机票，冷静落来看好清楚，才来入卡，安尼才袂加开这条钱。记者综合报道。
休困一个广告了，手路菜要带大家来吃这间餐厅店里上出名的看板，就是纸包鸡。路见不平为情理，欲求花宝遥不及。有心相助，不为千里。你先问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努力过？执行长他知不知道你的心意？我应该要怎么做啊？撩他，执行长，可能有点烫，要小心哦。执行长，你的围裙可以给我吗？好。你可不可以帮我把头发用到耳朵后面？有点痒。我才30岁，你这么快死？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欢迎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吃无同的手路料理。做过来吃这间餐厅店里上出名的看板，就是纸包鸡，就是甲无骨的鸡腿肉，特别用酱料生的，包粽虾，也有竹虾做的纸，落点去煎。要煎出来，这鸡肉是袂油，规拢全肉汤。这出菜60年代伫咧香港会当讲真时行。即马无论是伫咧台湾或者是香港餐厅，拢已经真罕伫看。头家本地是香港人，30年前搬来到台湾大开餐厅，定做这款纸包鸡的料理，佮甲一寡手路菜参新的创意，互食食客特别爱滋味。纸落啊，甲包油鸡肉，甲落油鼎，干那安尼甲浸着，还佫无够，头家还佫伫个顶悬刷咧甲燃油。这爱用大火甲煎5分钟，安尼肉才煎会倒。甲这个鸡肉含纸拢做伙落鼎，伊的好处就是讲，安尼若是肉煎起来都袂油腻腻，安尼鸡汁的青甜拢加伫个鸡肉内底。为什么用预扣子呢？它本身是比较把这个内热的，而且把这个油隔掉，把这个原味放在里面。纸包鸡有吃过吗？有啊。我教你吃好不好？我们先打开，其实不能吃的。纸落我一个甲吐开，这个芳香香的芳开，就安尼大片挖来。这款做法煎出的鸡腿肉，看着真水色。肉幼腻，还佫通吃到葱头的甜味，酱汁很入味，然后味道很浓郁，然后整个吃起来的感觉不会柴，然后蛮嫩的，蛮好吃的。这道招牌手路菜纸包鸡是60年代香港正时行的料理，一般的餐厅已经真学咧看会到。伊干那这个酱汁内底都用10多种料。我们把这个鸡肉先放下去腌制。青无骨的鸡腿肉，来甲放这个沙茶酱、豆乳、蚵仔油，还佫有土豆酱，做伙甲敲入这个酱汁内底，互鸡肉安尼豆豆啊入味。把它炒均匀。甲腌2点钟了后，这道冻门的酱汁就完全灌入去鸡肉内底。刷落来，佮甲这个生好的鸡腿肉含葱头做伙，甲落入去这个用竹仔做的玉口纸内底，甲落啊脆甲封条咧，才佮落鼎落去煎。张明是香港人，伊16岁就来学做食的，伊对师啊安尼劳心苦战，做甲餐厅的刀子大师。伫个30年前，朋友咧烧招，带因某来台湾定居发展。朋友就是一起觉得台湾也 OK 啊，很接近我们的文化各方面嘛，就过来，刚刚就在餐厅里面、饭店里面工作。伫个台湾定居了后，14年前，伊甲朋友的餐厅甲拍落来，家己做头家，开这个广东菜馆，要甲一路一路香港的单点手路菜甲捧上岛。他是很完美的人，很多东西也很坚持。
一个菜做得好的，它也很完美才给我端出来。张明伊无要互好滋味来失传，佮真用心面煎落去做，来呈现这道纸包鸡的好滋味。嘛要互这款传统的单点菜路有创意，互这道功夫手路菜是安尼红狒狒。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苹果两个会当啃偌久袂坏，同款又搁脆又搁青甜。这是美国华盛顿州研发上新的苹果品种，叫做乌丢脆。外形因为看起来亲像天星同款，才号这个名。大体苹果那亲像是乌丢，讲口感脆脆、酸甜酸甜，好食搁真济汤。会当放入冰箱放一冬，脆度搁有气味，拢袂变质，拢袂歹去。这上市请真济消费者来交关，嘛变做在地正规的人。一个新的成立。路见不平为情理，欲救火报遥无期。心相助，不为千里。你先问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努力过？执行长他知不知道你的心意？我应该要怎么做啊？撩他！执行长，可能有点烫，要小心哦。执行长，你的围裙可以给我吗？好。你可不可以帮我把头发用到耳朵后面？有点痒。我才30岁，你这么快死？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路见不平为情理，欲救火报遥无期。有心相助，不为千里。每人限时30秒，用挤眉弄眼的方式，让3颗爆米花掉入腰上的罐子内。想好久。你好好笑！时间在走，时间在走，注意。你好好笑！这个游戏的关卡的难度，哇，中华大赛他们都会过关的。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没有什么你配不配得上谁，总有一天会有人喜欢上你的优点。你想做的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
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甲台视中校节日翕相，抽歌戏舞台剧门票活动，新的11月11日起，请你甲台视中校节日电视画面做伙翕相，甲相片传去我是有丽花 FB 卖奖团这个活动图文，都有机会甲歌戏舞台剧门票早倒转去。下礼拜抽4个好运的观众，详情请看我是有丽花 FB 卖奖团。你们在干嘛？所以你们早就认识了，这4个月都没有跟我说，你背着我跟这个罪犯乱搞，无问心无愧。那些游民说我们要找的阿尔已经搬走了，而且不晓得搬去哪里。发哥，有人！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保遥无期，有心相助，不为千里。你先问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努力过？执行长他知不知道你的心意？我应该要怎么做啊？撩他，执行长，可能有点烫，要小心哦。执行长，你的围裙可以给我吗？好。你可不可以帮我把头发用到耳朵后面？有点痒。我才30岁，我这么快死？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路见不平为情理，欲求回报遥无期。有心相助，不为千里。每人限时30秒，用挤眉弄眼的方式，让3颗爆米花掉入腰上的罐子内。想了好久。你好好笑。时间在走，注意。你好好笑。这个游戏的关卡的难度，阿公阿嬷在，他们都会过关的。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没有什么你配不配得上谁，总有一天会有人喜欢上你的优点。你想做的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来关心漫画电影。美国队长内底超级英雄，互人评估了10档了后才活过来。现实的生活内底，看家己咧俄罗斯发觉一只病18000多年的动物仔囝，保存的情形会当讲真完整，真有可能利用复制技术，互伊搁再活过来。即马还阁无法度判定讲到底是狗啊，或者是野狼。新闻上尾带大家做过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